为了要让弱势团体当感受到社会温暖，新竹的德仁市产民间团体办200道提早互因食买鸡。主办单位表示讲，这几年来，这原物料价钱还有人工是直直起价，本地一道爱2500的成本，即马变做是4500啊。要做爱心的成本，确实是增加不少。香港港的芦笋丝、有油粿、白菜肉，各项菜色看起来真澎湃。不过总铺师讲，这几年来，无论是食材也是人工成本，价钱是直直起。拢起增倍了啦，差不多增倍了啦。你像青菜物件，较早一斤差30-40块，即马才70-80块咯。肉起差不多20外块了，一斤起到10外块、20外块一卡大。新竹德仁市甲爱心机构合作，连续16年请弱势团体食爱心买鸡，今年办要我200道。主办单位指出，因为原料起价的关系，过去一道成本2500块，即马爱开4500块。不过爱心袂当长。当然，现在的物资成本一直在增加。我们从一开始一桌是2500开始那到现在目前为止，大概是在成本在4500块左右。那当然说，虽然成本一直增加了但是其他不足的部分都会由我们竹联市跟达摩慈善功德会这边来吸收。请大家放心，我们一定会继续的办下去。弱势团体目光受到大环境影响，今年来自社会关注也比过去减1/3。往年的话，我们大概有一般的捐赠大众的捐赠大概有60-70万，所以大概锐减了1/3。我们不是营利组织，所以很需要大众的捐助。除了青草好食的料理以外，佮安排活动，让大家有食，佮有表演通看。主办单位讲，虽然做爱心的成本愈来愈悬，不过未来也是会继续办落去，为社会做出贡献。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